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好平排啊！呢組嘅閘商啊，前面快淺藍衫驕陽紅心啊，咁啊外邊位置騎上去有得贏啦。內欄位置呢，仲有呢隻雷神太保啊，第4位豪邁先登，第5位出邊走上去勁進非凡啊。內欄第6位藍衫大面箍啊，博愛先鋒，中間呢就鋭木啊，後邊嗰5匹馬快搏啦，紫色衫尾5嘅，外邊藍眼罩尾4有朗日自強啊，維港激流就向尾3，然後一對馬外邊啊手進埋邊粉紅眼罩呢，就係呢隻彩虹七色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咁啊呢隻驕陽紅心咁啊好順利擺咗喺前面放啦，外邊有得贏咧就拍咗上嚟啦，守住個內欄第3呢有雷神太保啦，第4位係豪邁先登啦，外邊係勁進非凡啊，內欄藍衫大面箍有博愛先鋒，中間係鋭木啊，等入邊喎，紫色衫啊快搏掟出去外邊追㗎嘛，有朗日自強嗰啲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驕陽紅心啊佔先嘅，見到外邊位置勁進非凡開始撻着咗追佢啦，中檔有博愛先鋒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朗日自強，中檔位置係鋭木㗎，最後100零米驕陽紅心仲係佔先啊，勁進非凡越逼越近，埋邊啊呢隻博愛先鋒接近咗啲驕陽紅心贏啊，跑第2名埋邊博愛先鋒喘咗上嚟。出邊位置呢，就係呢隻勁進非凡，第4名係朗日自強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其實都係主動型放頭嘅驕陽紅心，咁啊結果放到啦，博愛先鋒喘內檔上咗嚟，跑咗個第2，勁進非凡外邊第4名啊嘛，係朗日自強。好啦，驕陽紅心沈集成啊，追翻2場先，第2名係博愛先鋒，第3勁進非凡，第4啊朗日自強。咁啊，都最後賠率咧好分少少嘅，個獨贏就都有1.7倍啊。